不是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哎，我这可是黑骑士都没追上你，你跟谁学的呀？这技术？以前啊，我喜欢一男孩，开赛车的，老一块玩，就顺便学了点皮毛。开赛车的，哎，你俩怎么分的手啊？他开得太快了，没追上呗。哎，你站下，你跟我说说，就是怎么分的手啊？我用的剧本里，你详细点啊。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呀？咱俩有那么熟吗？你就打探我隐私？不是，你跟我说说，到时候剧本里又不写真名，谁也不知道是你。再者说了，你不是让我找素材吗？我现在找着了，你又不告诉我。哎，不过我倒想问你，你那剧本里主人公那么花，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呀？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没那么多精力。但是你要说，也有吧，好多观念啊，对感情的理解啊，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。哎，你谈过几次恋爱啊？谈恋爱啊，不多，5、6次而已吧。而已？我可把初中手拉手都算上了啊。呵，早恋啊你？哎，那你呢？也不多，7、8次吧。我七，丁老师，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老师，请受学生一拜。哎，咱俩能不能不比这个呀？丁老师那也是从幼儿园排座开始算起的。不是，那你要说排座吃果的时候，那我加起来也10多个呢。这回咱俩打平手。那你老实交代吧，这5、6次里，哪次印象最深刻呀？哎，你这老问我这个，别问了。你以为我愿意打听你这些破事儿啊？我这是在帮你，万一咱俩就这么聊聊，你就能聊出点灵感来了呢？要说起来最深刻的，还是大学吧。大学的时候单纯，啥也不想，简简单单的。大学毕业就分手了？分了，他嫌我整天游手好闲的，好不容易有个工作还给辞了，觉着跟着我不靠谱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，我就是没找着我心目中的那份职业。我要是找着了，哼！哎，说说你吧，你的哪次印象最深刻呀？其实我觉得，我每次爱情都挺深刻的。别逗了，你长得就不像。真的，你不知道我这人，其实我从内心里特别盼望一段轰轰烈烈、刻骨铭心、永世难忘的感情。我每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，哎，对了，感觉对了，慢慢就淡了，然后就分了。你，哎不是，咱俩不聊这个。哎，丁老师，看看这个。爸，你回来了啊？你怎么又管我叫爸呢？不是，我不是嘴巴嘛，我就省略几个字，这样就叫着方便。坐吧。哎，轻点，咱俩说话小点声，你们睡觉呢啊。好，哎，小薇啊，啊，听你这个口音，不是北京人吧？啊，对，我东北的，就是松花江上。你知道有首歌叫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》，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家也是东北的。是吗？啊，我说见名字怎么那么亲呢？就像原来认识的，可亲了。你爸妈都挺好的吧？
特别好身体，特别是我妈。那你哥儿几个呀？就自己啊。那你平时说话就口吃吗？我妈说我小时候还没有，就是有一回就着急下炕摔了一下以后就这样。你属啥的属马。46。什么46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你多说一轮。那你以前谈过几个对象啊？我现在一个都没谈过，没合适的。你身体没什么问题吧？身体好呀，你看我这身材啊，能吃能喝能睡，就你这样给我打架，整你6个。不是，我是说其他方面没毛病是吗？就其实这时候崴过一回脚以后好了，再就什么毛病没有，没去过医院，药片啥我都不知道。不是，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，你这童心还挺重的。你看你穿的这衣服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这阿童木，我和明明都喜欢阿童木。哦，我看院里那小孩穿的阿童木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握2个拳头啊！你这个怎么是这样？不是啥呀？这不拳头吗？你看这是啊，是不是拳头？是变小了。就是还，这现在好多种画法不太一样，跟原来。小薇，不许这样。明明说梦话呢，说梦话呀？我有时候也说梦话。你没听过他说梦话？真有意思，他自己晚上在那屋睡觉，我上哪听他说梦话去？行，那你再过去给他吹吹吧。你热不热？我给你吹吹。不，我不热。啊，没事儿，这没事儿，这高科技和明明都用这，你看上热手，你看，是不没事儿，是吧？那行，我就给明明吹，一会儿他热该醒了啊。你注意点安全啊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做没做饭呀？人饿了。没有问你做没做饭呢？怎么回事？这边唱着。没有地哪有家？没有家哪有你？没有你哪有我？假如你不这什么吃的也没有，这冰箱里也没吃的，给我温怎么吃啊？人家别唱了，做点饭好吧？你还拿这当家呀？有本事你外面吃去。就干那糖麦屋，就干那糖麦屋，就干那糖麦屋。确实过气了呀，不就唱歌吗？谁不会呀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论黑白。饿死，没底气了。哎呦！哎，老张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下周2开庭。啊，不会有什么差错了，放心吧，赢定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还不放心吗？哎，你这会儿有事吗？那没事陪我吃个晚饭吧。不是，中午吃晚了，这会儿有点饿了。好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。干什么去啊？不是那个，我跟朋友出去吃点东西。不许去。不是，我在家没吃的呀。那也不许去。那我不能这么饿着呀。饿着。
闺女来了，老板给你点好了，你喜欢喝的。怎么突然想起来找我啦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真没什么事儿。没事我就不能找我闺女了，我想我闺女了，我见我闺女。你跟王琳琳挺好的啊。好啊，老爸在家你又不知道，他崇拜我，说一不二。我说1+1等于3，他不敢说等于2。哎，说说你吧，和那个亮亮小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挺好的。有时候也拌嘴吵架吧？也吵，但是大部分他都听我的。有时候也吵哈。他都听你的哈。闺女，这老爸是过来人啊，我就有必要提醒你一下。像你和亮亮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恋爱不容易，有些波折，对吧？最终呢，终于走到一起了。但这个恋爱和婚姻还不太一样，恋爱比较纯粹，对吧？它更情感第一位的，很浓烈那个时候，也很单纯。到婚姻不一样了，到婚姻你要进入一种常态的生活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，还有呢，就是你们要进入一种很平稳的、甚至带着亲情和爱情是交织在一起的，两人的秉性，对吧？每个人生活状态、生活习惯等等等等吧。这个时候呢，肯定会有摩擦，但是呢，切记一点，孩子不要吵架，轻易不要吵架。遇到再大的矛盾，协商。我觉得特别女同志，一定要心胸宽一点，多理解男人，就不要轻易管男人的其他事情，什么工作各方面。其实他只要对这个家忠心，情感真诚，是吧？我就没必要去再要求男人太多，这是女人一定要注意的。而且吵架没有任何益处，其实就把双方你吵我吵，对吧？有时候都控制不住，吵厉害了，伤心伤肺伤肝，最后折寿。老爸，你说的太好了。由此可见，你跟王琳琳肯定吵架了。孩子，你真聪明，但我确实没吵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老爸就是为了好好的，真的就是经验之谈。我就觉得就特别注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爸爸过来人嘛，就交代你好好和亮亮相处，多理解男人，好，多理解自己丈夫，好不好？好。好闺女。哎呀，还是我闺女好啊。他呀，55岁，未婚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要是一旦他爱上了，那得对你多好啊！你想想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爸，你在医院呢？哎呦，不是医生，我这脚脖子没折吧？没折，只是轻微骨裂。我真没折呀？真没事，您放心啊。但我看那个怎么有缝呢？就是轻微性的骨裂，没什么大事。哪的？哎，巨伟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把自己弄成这样了你？哎呦，你怎么弄假成真了？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哎，大夫呢？大夫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样？严重不严重？不严重，轻微骨裂。骨裂？那回家怎么办呢？就是别乱动，然后好好养着就可以了。听见了吗？好好养着，那些什么乱七八糟活别干了。你说我也背不动你，怎么办呢？这个。慢点，慢点。小心，小心脚啊！去卧室。客厅。啊？去那儿干啥呀？躺床上多舒服啊！客厅。好，这听爸。你说你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坐，哎，坐吧。哎，慢点坐啊，走，把腿放这儿。哎呀，还是在家舒服啊！干啥呀你？非外面去找工作去？你说你要真想工作，你给我弄这货啊，给我发货多好。因为你非得骑个自行车满街，你说你送花去？现在马路上多少2把刀的司机呀，
多危险呐！啊，前2天我就觉得我有预感你要出事儿。你看，出事儿了吧？我不想预感的那么准，你说你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没完了？啊？说什么呢？在这儿不用担心他。这爸那脚都伤成这样，那得多疼啊！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我7岁的时候我就扭这么一回，到今天想起来，那还是疼。你不知道十指连心呐？这不就是关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啊。怎么应该孝顺父母？还说，赶紧爸弄水去。哎。爸，你叫我啥？哎，爸，撞那车票你记住没有啊？干啥呀？可是我得找他们撞这样，我都不能饶了他，我得找他要这个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惊吓费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给你要8千，我给你要1万，真的。车牌号我没记住，门牌号我记住了。门牌号也行，我到时候我打他去。我送完花以后我就出来了，一上车一着急，咣当，撞树上了。撞树上啊，这钱不太好要了。哎呀，不过没什么，就是人家让你赔树的话啊，完事这钱我给你出。爸，喝水，一上午就没喝了。丫头啊，这副拐花了多少钱呢？哎，多少钱买的？哎呀，挺贵的，别问了。哎，你说多少钱呗？爸，你不用担心钱的事啊，钱我出，真的。完等你这个腿好以后呢，这个拐我再给他卖别人。小薇呀，你还挺会过日子啊。哼，你喝水，一上午没喝了。我要上趟厕所。啊，我扶你。你去什么呀？你去你不方便，还是我来。来，慢点。那你慢点啊，来，慢点啊，来，哎，你慢点，行不行啊？你说那拐用完了再卖给别人，这好吗？放心吧。有时候还管点用。哎，小亮，哎，咱爸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腿坏了，骨裂了。我说姐，你别闹了啊，玩点新鲜的行不行？谁跟你闹了？片子都拍了，我刚陪爸从医院回来，现在这脚都绑着呢。哎，你应该说你学了。反正我跟你说了，你爱信不信，爱回不回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爸，来，天太热，擦把。怎么样，小亮？看清楚了吧？骨裂是吧？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还不信呢。你看这话说的，谁不是？那不是有上回那个假瘸那个教训吗？我谁知道你们这想象力那么丰富，谁知道再出？但这回确实真伤了。不，姐，你别挑吧，你问小米，刚才我是吓成什么样了？他真的特别紧张来着。真是，要我说这事儿都赖你大姐，要不是你爸能摔成这样吗？还说我呢？这事儿怎么能怪我呀？我拦着他，我不让他去，我劝他，他不听。我都说了，您就在这儿给我做文秘，我给你发工资，接电话，不会磕着碰着，偏不干啊！你看，摔了吧，骨裂了吧？现在应该你劝他，你的话他听。甭说了，就说这伤吧啊，人家医生说了，现在得静养，你说吧，怎么照顾吧？
不是，这大姐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呀，我还等着呢，怎么不说了呢？啊？没想法，我就是最近特别忙。这爸怎么这腿一有事你就忙上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一有事，没一有事，这次有事儿，是真有事儿。那上回你不也说有事儿吗？就去外地还？那次不是假的吗？反正爸，你这回你这腿呢，确实是真伤了。反正你现在就把心态放宽一点啊，你踏踏实养着，我们呢商量这个怎么照顾你的事儿，看看这个是怎么大家轮流来。我自己能动，不用你们管我。你拉倒吧，那怎么行的吧？肯定得有人照顾你啊。大不了我们就排张表，看哪天谁来负责。哎，对，那就这样，爸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一会儿我和小米回去呢，我们俩就商量一下。小米统筹的挺好的，他出个表，好吧？小米，看看咱们是怎么着轮班倒，好吧？行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看我，看你也看不好。爸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喂，啊，对，约的是下午3点，左手红玫瑰，右手白玫瑰，对，啊，不见不散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哎，嗯，忙。老婆，你回去跟我妈说吧。你爸腿真瘸了？对，这回是真折了，我看片子了。哼，报应啊，报应啊！这就叫老天有眼，知道吗？你不是装瘸吗？嘿，老天就让你真瘸，让你尝尝真瘸的滋味，看你还敢不敢骗人玩了。妈，你有点涵养行不行？人家都这样了，还在那幸灾乐祸呢。嘿，我幸灾乐祸怎么了？啊，他把我耍得团团转，我还不许幸灾乐祸呀？再者说了，我这叫幸灾乐祸吗？我这叫用哲学的思想替他分析一下因果，知道吗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哎，这就叫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但凡干点坏事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得逞得了一时，得逞不了一世。自在江湖混，迟早要还的。打住吧，打住吧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又跟唱戏似的。什么叫哪儿跟哪儿啊？就是这儿跟这儿，知道吗？小亮，啊，你爸现在是在家住着呢，还是在医院躺着呢？啊，我爸现在，反正伤的不是太严重，在家里养养就行了。哦，居然还不是太严重。什么叫居然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还想再给一棒子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说我到时候上哪儿看他去呀？我得看他去呀。我是上医院呀，还是上他们家呀？我上你们家是不是？你还要到家里去看看？我当然得看看啦，我得好好看看你爸爸怎么有脸见我，见了我跟我说什么？哼！你妈也太过分了吧！啊，你说有你妈那样的吧？我爸这回腿真瘸了，你看给你妈高兴的，这不幸灾乐祸吗？你高兴就高兴，你不能当着我的面那样。你说这我什么感受？是不是？你妈太过分了，我跟你说，小米，这也就是你妈，这要换了别人，我早跟她急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我妈就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你说现在这事儿怎么弄？本来我还想跟妈商量商量，是不是回去住一阵儿，照顾照顾我爸。这回也不用说了，肯定不同意。那怎么办呢？辛苦点，两边跑呗。
我那工作不像你，一天跟明星大腕聊个天就完了。我这得生孩子，那是人命啊！有的时候是1条人命，甚至是2条人命，甚至是3条、4条人命啊！对你人命多，我那工作就不是工作了，我不花时间的。你别老学你妈，现在有点像你妈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哎，行啦，别老唉声叹气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当然觉得没事了，那不是你爸，那是我爸。嘿，你这没良心的啊！我不得跟你一样两边跑啊！你太像你妈了，现在。你才像你爸呢，1条人命，2条人命，有可能3条、4条人命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注意休息啊。谢谢。哎，爸，怎么是你接的电话？我姐呢？她姐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她把你一人扔家里了？我一人扔家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也不是不能动。不是爸，你别开玩笑，您现在腿坏了，你别不当个事儿，这真瘸了这回。这只是腿坏了，我身体我没问题啊。我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她说她下午回来，谁知道了？你说你姐一会儿风一会儿雨，那么不着调，我哪知道啥时候回来呀？那你吃饭没有啊？吃饭我自己做呗。你可拉倒吧，爸，你可别乱动啊！你回头在厨房再滑一跤摔坏了，我就甭活了。你听见没有？你在家等着，我现在回去给你做饭去啊！你别乱动啊！你不用回来，我，哎，嘿，这家伙心里还挺有他爹。冰板冰板，冰冰板板上。哎，淑华，哎，淑华，好久没有见到老金了。嗨，他不是走了吗？哎呀，我好想念他。您想念他干嘛呀？哎，我们一起喝过酒的，那感情深的呢。呵，跟您喝过1顿酒，交情就深啊。那您这辈子得有多少深交情的朋友？哎，女人呐，不懂男人的感情啊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喝了酒之后，那感情就会很深的了。哎，来，再来，哎，你看，啊，不要管他了。爸，齐了。你闻闻我这面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叫什么？这叫金氏皇家贵族西红柿鸡蛋黄瓜丝打卤面。你闻闻，你先闻闻，香吧？来吧，醋都给你倒好了。嘿，香吧？你怎么这什么表情？这怎么太香了是吧？哎呦，面也坨了，卖咸盐的也打死了。你是想齁死我是不是？咸了，这能吃吗？太咸了。不是，你咋这么，你太能挑了吧？啊！我这把医院那么多事儿撂下了，回家给你做饭，1个多小时累我一脑门子汗，你不能夸我一句啊？人家电话还没说完，你咣叽就给扣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回来，你不要回来。你说你非得跑回来，医院里那么多工作，你跑回来干什么？是工作重要，你说还是我重要？我不回来，谁给你做饭吃啊？我腿坏了，这不还好好的吗？我什么不能做？你这人也有意思，我这好像累了半天给你做碗面条，你又不吃了。不吃，不是，那你不吃谁吃啊？你吃。你真行，我这面做的多香啊！我这精心打造的，真是你。我做面条是这个味儿啊。儿子下的面好吃，不是这给我。
是，前段时间我是上班来的晚，有时候中午。那最近这个心情比较舒畅，就想上班，想早来上班，到单位很享受。哎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今晚开口，为兄弟我扶墙导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有时间咱们聚。好，再见。琴琴。哎呀！没事，你要的文件我都找来了，05年、06年、07年、08年的，全在这儿。这么沉，你怎么搬过来？你还需要什么？我再去找。啊，不行，辛苦，做得很好。那行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哎，等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在我这儿工作是不是觉得挺辛苦的啊？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啊不，确实很辛苦。我觉得我有点不太人性了，让你那么沉都让你搬过来，真的。没事。有什么想法尽管说，真的。没呀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小意思。真的没关系，我这人呢就是还是很理解人的。如果你想试试换个工作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没有，我真没这样想。哦，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？那你给我指出来，我再改正。不，你做的很好，非常优秀，真的。Number 1， 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继续努力。好，努力。哎呀，纠结，真的很纠结。纠结这个词儿太准了，它能表达我此时的心境。纠结，就是纠结。妈，回来了。回来啦。来，给你爸做了饭了。做了。嘿，我刚才给我爸做了一金式西红柿打卤面，还给我爸香坏了。你说这人老了可真是给孩子们添多大麻烦呢？自己连自己都管理不好。小亮，要不我看这么着得了，你们俩呢，干脆暂时先搬回你爸那儿住一段。什么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们俩搬回他爸那儿去住一段，要不然小亮来回跑多累呀，路上这么堵。真的假的？是孩子。哎呦，妈，我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我这都没敢说，一直。干嘛不敢跟我说呀？不是，这之前你跟我爸不是一直闹得不太愉快，我这想跟您说，我都没敢说这事儿。我发现你这孩子，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？是不是？我心胸多开阔呀！真的，胸包太虚嘛。是。你爸呢，确实前一段挺烦人的。但是这不是出了事儿了吗？出了事咱也不能不管呐，见死不救啊！那可不是我的工作作风。我一想，干脆你们俩过去陪陪他吧。别在那儿待着了，赶紧回屋收拾东西去吧。要去今儿就走。你丈母娘让你俩回来的？对啊，我妈特意吩咐我们俩回来伺候您。我这个腿好好的，我能动，我能自理，我干嘛让你们俩照顾我？赶紧走。不是，你怎么不需要我们俩照顾呢？那你吃饭谁给你做呀？你上厕所不得有人扶着你啊？洗澡也得有人扶着你啊？对啊。你再说我大姐一天忙大买卖，谁给你做饭？谁照顾你啊？我们俩特意一直过来照顾你啊。你说的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做，不用照顾，也不用伺候，赶紧走人。不是，爸，你唱的是哪出？我俩这行李都拿过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？再说了，您不是一直希望我们俩在您身边吗？是啊。你说要是我好好的吧，你们两个来我高兴。现在我的腿都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不成了你们两个人的累赘了吗？赶紧走吧，别惹我生气。哟，怎么回来了这？他爸死活不让我们伺候，一定让我们回来。哎呦，你说这老头，你要什么强啊？真是。我爸主要是因为上回装瘸那事儿，这回真瘸了，他觉着没面子，就怕您笑话，就死活硬撑着不让我们俩管。不是我笑话你俩句能怎么着啊？就让你这么死要面子活受罪？没事儿，
实在不行，咱俩辛苦点儿，两边跑呗。你忙就我去，我忙就你去。我不会做饭，回头就在餐厅给你爸打个包啊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要我说，咱谁都不去，啊？就给他点教训，下次他就不敢了。妈，这搁您身上，您能受得了啊？嘿，什么叫搁我身上？你咒我？别，这不是这意思。行，咱都赶紧睡吧，都累了一天，明天还有事儿呢。所以赶紧回屋睡。妈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啊，行。哎呦，这老头儿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很顺利，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怎么样？使劲儿！你喊什么？别吓着人家，使劲儿！对，就这样啊，再用点力，再用点力。出来了吗？快了，放松一点。那个小雨，赶紧给他唱首歌，随便唱，欢快一点，放松一点。来，金玲，好，使劲儿唱。唱，一定把它唱出来。大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着不让来？不是，烦我是不是？欢迎。真是，这回真的啊！要不我踹一脚试试？别。您可真够行的，您。快坐。哎呀，快坐。哎呀，还买东西啊？行了，您甭管，您赶紧坐着。哎，快坐。金大哥，您说您这是不是作？没人撑的装什么瘸呀？你可真够可以的，傻了吧？报应了吧？警察找上门来了吧？您可真能添乱。我不是诚心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还狡辩，赶紧好好承认错误。这诚心不诚信，你都造成不良后果了，您知道吗？真够可以的，什么岁数了，骑个自行车还给人送花去，穷成那样了，缺那2块钱，吃不上饭了。咱这岁数，手脑配合都不行了，您知道吗？自己觉不出来，没事人似的，真不行。我跟您说，金大哥，哎，前年就那吴老师，哎，拎着一筐子那个西红柿，在院里头一看，一群孩子那儿墙上镶一篮在那儿打篮球，过来，哎，我来个3步跨栏啊，把西红柿往边上一放，啪啪啪就一大跟头，还没1分钟呢，裤子也破了。一瘸一拐的，拎着西红柿回家了。您说您，我就说呀，到这岁数不行就是不行，得认输。您这是撞树上了，金大哥。您要撞了人了呢？您要撞人老太太了，是不是？老太太比您大28岁，人正好孩子不愿意养呢，孤寡老人，人赖上您了，让您养着，让您把人给娶喽。可真是的。您说你倒是娶不娶啊？整个妈回来，养人后半生，活该呀！您给人撞瘸了，人动不了了。真是，这是你撞人，人要撞你呢，汽车撞您呢，晃晃悠悠在马路上骑自行车，多危险呢！别给孩子们添乱，别作，您太自私了，您。我不让他们照顾我，还自私啊？那不是自私是什么呀？孩子们心里能不惦记吗？还矫情，还不让孩子们回来照顾你，还用不着，还给人轰走，矫情不矫情啊？东北男的都像您似的，还点头，得了吧，我才不信呢，绝对就您一人这样。我发现您特拧，固执，烦人着呢，您这人真的。小亮将来长大了，可别像您似的，那我闺女可真是够惨的。哎呦，您就不好好想想，您说孩子们一天到晚上班多忙啊！小亮，那是动手术刀的，那都人命关天的工作啊。他心得静，这好家伙一天到晚还得惦记着您。我爸腿瘸了，在家吃什么呀？家里有菜吗？做着手术，想着想着，思想飞了，手术刀落人病人肚子里了。以前好些次呢，这种事儿，报纸上净登，电视里都说。
咱不能那样，得为孩子们想。孩子们惦记着，站了一天了，做手术，下了班回来还得回来看您，来回跑，您不让住这儿啊？真是，我给您削个苹果去，得多吃维生素啦。这东北男的老不吃甜的，不吃水果，不爱吃菜，就好吃盐，那哪成啊？是。